伊拉马斯克的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承认第9届测试也是失败，这届失败原因是燃料外泄。另外，马斯克的电动车特斯拉4月份伫欧洲的销量减49%，专家即马是认为这和头家马斯克的政治立场，也有中国即马针对电动车下价竞争，拢有关系。回归科技本业的亿万富亚人马斯克，伊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巨型火箭承认，伫台湾时间28早起7:36分，伫美国德州南部的星际基地升空，但是就伫飞过半个地球了后，疑似因为提供发射动力的推进剂外泄，造成伫飞行的过程中失去控制方向的能力。电源载的火箭嘛，伫登去大气站期间解体，结果暂还是落入去印度洋。这嘛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第9摆的测试出状况，嘛是伫1月16、3月7、6了后，今年第3摆的试验任务失败。Just to confirm, we did lose contact with the ship officially a couple of minutes ago, so that brings an end to the 9th flight test. 对这摆的测试落尾嘛是失败，马斯克伫 X 平台讲，其实已经照原定计划完成发动机关起来的动作，而且这摆的飞行和顶摆比嘛有加大的进步。这是伫顶摆的测试，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是用2个月才准备完成。马斯克讲，希望未来会当加紧测试的脚步，甲中人的时间缩短到3礼拜还是4礼拜。另外，无久之前，马斯克是宣布会回归1天24点钟、1礼拜7天的工作状态了后，伊另外一个做工课的重心，特斯拉电动车4月伫32个欧洲国家的销量刷大落49%，对去年同期的14228台降到7261台，一个落甲遮尔济，有专家分析讲，这应该是和马斯克伤过明显的政治立场有关系。And they're just the latest example of how the Tesla brand is suffering damage because of the backlash against billionaire CEO Elon Musk's embrace of far-right political views. 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上新的数据，电动车4月伫欧洲的整体销量是成长差不多28%，嘛表示欧洲对电动车的兴趣是一天比一天增加的趋势。嘛有专家讲，特斯拉的销量安尼落落去，嘛和伊的车型更新的速度慢，中国电动车的俗价竞争和美国进口车的关税有关系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